王兄，我即摆已经查清楚啊。当初因为潘虎前经来喜人杨九妹，受到杨七郎甲伊拍着伤。当伊潘林美带因囝要去找老玲讲理论的时阵，又搁被七郎甲伊拍着伤吐血，所以两家才会自安尼来结怨。哦，以潘林美的做人，被杨七郎甲伊拍伤，哪会无去向皇上告状，将杨七郎治罪呢？问题就是出伫个遮。第三天，皇上决定要五台山进香的时阵，潘林美就推荐讲爱由伊杨家将保驾而行。大龙兄，你想看觅，这毋是算阴谋，无是啥呢？杨家将一去不回，这敢是用个证明讲，就是潘林美所用的救刀杀人剑。那安尼讲，潘林美毋着甲北辽有交通？无毋对。潘林美交结北辽，这是事实的代志。唉，真可惜，你咱就无伊的证据。即王予我4个月期限，在这4个月中，我一定要查出潘林美的罪证。天宝、前后门、左右门，是毋是有点点名人甲埋伏起来？阿舅，请你放心，4个月来，天母有所有的百姓，全部是阮监视。单凭伊有言少一人做着证纸，是未当证明讲老夫的犯罪。但是，乡行失踪杨家将，任何老者人转来做证者，老夫在受灾殃啊！阿舅，那即款代志，真理来就放心，靠咱来发现杨家将，会使用伊全国之力将伊擒拿。真好。哎，会记的，杨元昭是这嫌疑犯的身份，绝对唔通有一脚步离开天宝府。是，也阁有西运人可疑的人物，绝对爱特别甲注意，唔通有单薄破绽，或者曹王爷甲八千岁抓着。是。北王兄，阮娘有出去啊？哦，等伊若是转来，你就甲伊讲，叫伊到南清宫去见我，我有要紧的代志要甲伊商议。哦。北王兄，你莫要着急要走嘛？我有一项代志要甲你商议。什么代志？北王兄，你甲我的兴王是情同手足，毋知你有听我无？这敢毋是多此一问？当年你的职王，又搁我的父王，因结拜为兄弟，咱就亲像同胞的亲兄妹，我哪里会无惜你呢？哦，那呢，我有代志要求你，你毋着一定做会到咯。无问题，绝对做甲到。北王兄，你做人实在真好，又搁热心，又搁有守信用，这无亲像阮英王安尼，我若讲到伊就生气。曹皇帝是安怎得罪你？伊哦，一点仔都无关心我，我的代志一时仔久伊就随拢袂记的，所以我想讲来求北王兄比较较好。到底是什么事？在我伫要问的以前，我想要问看，
你对这个人的看法，唔知如何？迄个人究竟是什么人呢？你看燕鸟样那龙，敢是生做毛东东，敢是荧屏又红，敢是玉树临春风。伊的好处你都全部拢总讲出来了，又搁问我要创什么呢？南青江泪把烟红，甘心见你撇如风，贴贴忠心温小公，燕郊有味带这风。玉霜，我虽然是真愿意为忠臣出头，用过这个娶某的代志是人的私事，我要拿好意思去甲人干涉呢？敢讲甲王妹有关系，你也无爱插手。哦，原来你是八王兄，燕郊倒入花中，玉霜求伊有疗伤，良心相依结真真，可惜看笑大梅林。哦，原来是要叫我去做媒啊！这袂用的，因杨府发生遮尔多不幸的代志，这个时阵去甲人讲亲，真毋对时阵啊！王兄，你敢是想上界听我？王兄，王兄，这，好啦好啦，啊无我则找一个机会甲伊讲，安尼毋就好咯？多谢八王兄，我要一事相求。啊，你又搁有代志得要求我？大概是甲杨六郎无关系吼。有关系。听讲后个月初一，你要甲阮王兄去天婆府，我嘛要甲恁去。这袂用的。是安怎？天保府因是伫个将官府得要祭奠杨家将的英灵，我甲查皇帝是皇子得要去念香，要你是要去创什么？那我会用扮做你的亲随，缀你来去天婆府，看游园鸟的伤痕有较好也无？伊的伤早已经好真多咯，你就毋免去呀。哈，王兄，人一定要去啦！王兄，互我去嘛！吼，王兄，多谢八王兄。王兄，这件代志千万都袂互阮兄王知影，若是互伊知影，伊。唉，真是女大不中留。原来伊早就将伊的驸马家己拣好啊，到即摆连媒人也煞家己找好咯。
拜托你一件代志，这封是一个真重要的密函，是奸臣叛国的罪证。拜托你摕倒转去天保府。想袂到，我的病到这么严重。我答应四将军，讲无论安怎，拼着我这条老命，也要将这张批送到太君的手中。少爷，小姐问一下，老丈有啥物代志？天保府要为倒去？天保府哦，我著遮入城哦，过3条街哦，比迄金店较悬迄间就是天保府啊。多谢，买哦，买哦，多谢。买哦。南风凉彩，对。
依靠着你的天官，你靠着天太君，头夜8千岁来赴念香。是。有请女王爷。国王量体欠安，若是无食，伊会亲自到天保府来上香。阮杨家将敢有这款的福气心？太君，如今皇上已经知影，杨家将忠心不二，只要会当抓到潘仁美陷害忠良的证据，绝对袂当轻饶伊。是啊，到迄个时阵，
不但是燕郊会当无罪，皇上一定会下旨，当当皇上绝不辜负忠臣。皇上，八千岁，中风中伤，有啥物路用？当初宋太祖伫要拍天下的时阵，老灵公在太阳山，率领七子八婿拍江山，建立盖世功勋。如今这就是中央所逼来下旨，这就燕郊这条的死。我永远